人生係咪只係得一條預設嘅道路？如果唔踏出第一步，又點會知道答案呢？轉變其實並不可怕，可怕嘅係停留原地。當你敢於為人生轉向，眼前會係一個更加廣闊嘅世界。成為九巴車長並不困難，全面嘅在職訓練助你邁步向前，家庭友善支援讓你能夠兼顧家庭同事業。喺呢度，每個人都能夠追尋心之所想，每個人都能夠成就專業人生。我緊張啦！九巴車長唔單止係一份工作，更加係一份專業嘅認同。即使經濟環境多變，九巴車長始終係穩定可靠嘅選擇。佢哋證明咗人生嘅路從來唔止一條。以前佢哋係城市嘅乘客，而家佢哋係掌舵城市嘅脈搏，邂逅從未見過嘅風景。理想嘅明天唔係喺終點度等待，而係每一次轉向之後親手駕馭更廣闊嘅前路。立刻加入九巴，邂逅心之所向。